下平安，救赎在于耶和华，世界唯一的亮光，画下拯救的红线，你一直大能彰显，让万民进入救赎恩典。我们呼喊，主你赐下力量，保护在于耶和华，你彩虹为约定，你施行拯救，领我们进入房中，愿全地得救，你应许必成就。敬拜你，深渊就与深渊呼应，你话语，你荣光进入人的灵，天堂门打开，你同在降临，属天平安，安慰人心。愿全地得救，你应许必成就。敬拜你，深渊就与深渊呼应，你话语，你荣光进入人的灵，天堂门打开，你同在降临，属天平安，安慰人心。呼求你，唯有你能医治这地，需要你，你大能拯救万民，降服在你脚前，谦卑寻求你，得胜君王，万民归向你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的圣经共读是尼希米记4章15到23节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第15节，我们的敌人听见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计谋，就明白上帝已经挫败了他们的计谋。于是我们大家又回到原来的岗位，继续重建城墙。从那时候起，我手下有一半的人工作，一半的人站着看守，拿着刀矛、盾牌、弓箭，穿着盔甲。首领们全力支持在建造城墙的人，甚至搬运建筑材料的人也一只手工作，一只手拿着武器。每一个工作的人腰间都配着刀，吹紧急军号的人站在我身旁。我对民众和他的官长和首领们说，这工程浩大，分散很广，我们每个人在城墙上也相隔很远。你们一听到军号响，要马上集合到我这里来，我们的上帝一定会为我们征战。因此每天从黎明到晚上星星出现，我们有一半的人在城墙上工作，一半的人拿着武器负责守卫。这段时期，我告诉所有单位主管和他们的助手，晚上必须留宿在耶路撒冷，这样我们才能在夜间看守这城，
白天工作。我甚至晚上都没有脱衣服。我的同伴、仆人和卫兵也没有一个人脱衣服。我们都把武器握在手中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尼希米记4章15到23节，并透过这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以身作则。以身作则是一个成语，在旧译部成语字典中，它的意思是以自己的言行举止作为他人的榜样。那今天我们有在这段经文中一起来找找有什么样的以身作则，并且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呢？在第4章的一开始，犹大人在重建城墙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拦阻，敌人不只笑他们、骂他们，甚至开始密谋来攻打他们。大家都很害怕，手上的工几乎要停下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第10节，犹大的居民有一首歌说，工人的力气越来越衰弱，有那么多的碎瓦要搬，我们今天怎么能修完城墙？可见百姓的士气低迷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尼希米他做了3件事，每一件都带着以身作则的榜样。第一件事在16节到17节，从那时候起，我手下有一半的人工作，一半的人站着看守，拿着刀矛、盾牌、弓箭，穿着盔甲。首领们全力支持在建造城墙的人，甚至搬运建筑材料的人也一只手工作，一只手拿着武器。从经文中可以看到，尼希米他带头调整了策略，变成一半的人工作，那一半的人呢，拿着武器看守，保护百姓。他想出了这个方法，还有亲自示范，要让百姓在建造城墙的时候，人人做到防备。那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他让首领们全力支持在建造城墙的人，不让这群领袖们置身事外，反而要让他们发挥影响力，成为建造工人的鼓励还有保护。那这些做法明确地降低百姓们的低迷还有害怕，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领袖除了亲自示范，更要让其他领袖们一起以身作则，成为更多人的鼓励，也成为需要信心、需要帮助人的祝福还有力量。第二件事，从18节到20节，每一个工作的人腰间都配着刀，吹紧急军号的人站在我身旁。我对民众和他们的官长和首领们说，这工程浩大，分散很广，我们每个人在城墙上也相隔很远。你们一听到军号响，要马上集合到我这里来，我们的上帝一定会为我们征战。从这边可以看到，尼希米团结百姓，提醒大家要互相守望，倚靠上帝。他设立了用号角吹军号的人，能够及时的提醒百姓，只要一有危险，号角一吹响，官长还有首领们就要带着大家全员集合到我这。在这边，他想出了一个策略，让大家在危险中有方法可以遵循，更让大家团结成为一个联络网，成为一个肢体，从上到下，每个人都要互相提醒，才能让建造城墙的每个人都有平安。那也在20节的最后面写道，我们的上帝一定会为我们征战。尼希米更透过上帝的信实，让百姓们警醒，还有知道要倚靠万军之耶和华，在神里面有真实的平安还有保守。更可以从这边看到，尼希米身为一个领袖，以身作则的让百姓知道要倚靠神。当百姓们都看见自己的领袖是如何相信神的，如何爱神的，那大家会更有动力还有方向，知道要如何回应，活出学习榜样，回转归向神的生命。第3件事在23节，我甚至晚上都没有脱衣服，我的同伴、仆人和卫兵也没有一个人脱衣服，我们都把武器握在手中。那这段在和合本里面是写到，我和弟兄仆人
以及跟从我的卫兵都不脱衣服，个人打水时也拿着自己的兵器。从这边可以看出，尼希米和他的同工没有脱衣服，代表他们为了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保护建造的工人和百姓，他们每时每刻都是警惕环顾四周的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甚至连打水的时候都带着兵器。更看得出他们作为榜样，在微小或是容易松懈的时刻，他们更是以身作则，带头示范的。那其实这整段经文呢，不是只有在讲尼希米如何以身作则，更是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怎样以身作则，兴起领袖，带领他的百姓。我们一起来看神在这整段经文中他的心意。可以从15节，我们的敌人听见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就明白上帝已经挫败了他们的计谋。于是我们大家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，继续重建城墙。神他自己先出手，亲自挫败了敌人的计谋，使百姓才能继续做工。那更重要的是，神他也兴起了尼希米给百姓们看。耶和华没有对他的百姓说，你们回去吧，去耶路撒冷建造城墙吧，然后就袖手旁观。反而他兴起了尼希米，一位真正会陪伴百姓一起辛苦以身作则的领袖，带领百姓们重建城墙。那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提醒是，我们要成为榜样，并且要以身作则。那在接下来的第6章，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只修了52天就完成，不是因为百姓们厉害，而是神兴起了尼希米成为榜样。他愿意以身作则的站在百姓们面前，制定策略，团结众人，带头示范，而成就了这样的神迹。那今天我们的教会或是家庭、职场或是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愿意站出来，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或是职分上以身作则的榜样，愿意示范，愿意活出信靠神的生命，做光做盐，成就其他人在信仰上的鼓励或是祝福。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神，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共读尼希米记，一起聆听和思想你对我们的话语和提醒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像尼希米以身作则的生命，不只是口里相信你，而是愿意在我们的家庭、课业、职场以及我们的小组和教会中成为榜样。谢谢神的提醒，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敬拜你，深渊就与深渊呼应，你话语，你